你下还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听嘢么？记性、记性、记性、平性、平性、平性、挂号、挂号、挂号、邮递区号、邮递区号、邮递区号、住址、出址、出址。好，请问有乜嘅是得同聽小界？係上嘅記性，請問我記平線就係掛號，係上嘅記掛號，郵遞區號同出址我記得寫清楚哦。好，我綜合寫好咧。我同收28個元。好，請問我記舊章會記到？對方大約1-2日是會收到。好啦。